這個一個字就搞，因為人嘢呀做海呢，這個鹹水中也不卡嘅旁中食較粗，食鹹水粗嘅，就是擼一個字就搞，擼介身體保護睇睇。一個字就搞，無管擼是食不配性、漢性、食改食來最成就拿炒一個是整個是冇個是嘛整個最大個最怕嘅，擼一個字就搞，擼拿擼介身體，那不好嚟對風向推薦。慢加嘅、湯加嘅、蝦加嘅，特別是紅蝦，擼就了一個字就搞，擼排骨罐頭、杯水頭、火頭落嘅，相當咩？把仔佢用得勁咯，當就是佢火頭抽咯。一個紅油仔都要搞相當就是一個字就搞，一個把口水把擼不了了，擼慢點嘅吸嘅嚟，係吧？嘅咯，當就是火頭咯。火頭嘅相當咩嘅，擼拿擼佢嘢就好啦，冇一個怕嘅。呢個擼兩頭咯，擼就腳趾就搞到你，就冇去怕。呢個擼食咁最粗，食最粗嘅，食最愛粗嘅，小夾旁中食粗嘅。你就冇一字就搞對咯，特別是個人個成個電話拋起嚟炒起嚟，最年一把回一計仲一啲個路石橋所先計，路多嘅就冇一字就搞對佢咯，真正啲小學嘅，識電識改啲頂咩嘅，一啲路成種亂拋嘅，相當咩哈？因為一個字就搞呢，任何飼料不回我隻路，第一啲可以路，因為比較安全性然後呢。